拉姆納拉揚拉姆，天生的人擁有本能力量的人是不會這樣說的，這是所有生靈的宗教。人類自稱偉大，但誰又真正知道誰是偉大，誰是渺小呢？即巢鳥可以懸掛在空中編織巢穴這項技巧，人類永遠無法匹敵。再說狗能在警察辦不到的情況下找住罪犯，要獲得狗的本領，你需要多年的訓練。蛇的力量甚至比狗還強，在山中有一種昆蟲在被變色龍攻擊時可以改變自己的形態，所以要判斷誰渺小誰偉大是很困難的。我認為維維卡南達的演講是零散的，他是在一個不懂什麼是靈性主義的國家發表演講，但真正的原初之人會自然而然地理解他的語言表達方式和演講內容。我是在傳達原始的訊息，因為我不是在給你念書。